大状元。哦，恭喜恭喜，哈哈，真老真老。啊，勇敢啊，智人勇啊，智人勇都有啊。过状元桥了。德摩天地道观古今，状元桥，状元桥。那小爸爸去，不用跟我讲。来，等一下。鬼是真哈，各个的生命状元啊，北方大学状元陈德宏那个但是这个帝王牌。来，给你坐一下啊，来。哦，天贤大德，陈讲师恭喜恭喜。好厉害。咱搞遐要翕相的吼，会当大家翕相一下啊，稍微照相一下，虽然很热啦哈。哦，好棒，好优秀啊！两颗状元，哦，好棒，好棒！你看到这样？张雅琪。好棒，好优秀哈！中央我无咱讲袂，无听。江老师。状元江慧玲。好优秀，好优秀，好优秀。我靠，有声咧，好优秀啊！无咱老讲哦。讲较大声。要留咧等啊。哎。